60秒同我一齊整朱古力飲品。呢間朱古力小店位於風車村，可以自己親手沖製朱古力飲品，用嘅仲有佢哋嘅自家製朱古力粉。攞完杯之後，滗啲朱古力粉，成間鋪都係濃郁嘅朱古力香氣。加完朱古力粉就落糖，之後要加少少水，然後攪拌，要攪1分鐘啊！攪好咗就去俾錢，然後職員會幫你落奶，又凍又熱，好似仲有燕麥奶添。最後再加返配料，你又會唔會想試下呢？